哆啦 A 夢無人機匯演7點半就會喺尖沙咀海濱公園對開嘅海面上演。我哋記者張友仁而家就係現場㗎。友仁你好啊！嗱，現場氣氛係點呢？多唔多人喺度等緊啊？今晚嘅匯演又同5月嗰次有啲咩唔同呢？ Candice 你好啊！現在我喺尖東呢一度嘅星光大道附近一處天橋上面啦，可以感受到其實今日嘅天氣咧，頭先傍晚嘅時候係有少少悶焗嘅，咁但係咧嚟到海旁呢度咧，不時都有啲陣風吹過啦，所以都係比較舒適嘅。咁不過由於天氣嘅問題咧，其實今日喺海旁呢度不時都會有啲陣雨，但係咧係並冇打消到現場嘅市民同埋遊客佢哋嘅熱情嘅。咁今日晏晝大概5點左右啦，我嚟到附近嘅時候，見到呢一度已經有非常之多嘅人流喺呢度聚集㗎啦。咁喺尖沙咀尖東海旁呢度附近嘅道路同埋一啲人行道啦，基本上咧都係有好多嘅車流同埋人流，咁所以咧好早嘅時候咧就已經進行咗車輛嘅管制同埋人流嘅管制啊。咁喺呢度附近嘅道路咧，人流咧係需要排隊啦，先可以批量咁樣放行嚟到現場嘅尖東海旁呢一度觀賞區啊。咁同埋咧，我嚟到嗰陣時咧，呢度海旁星光大道啦，附近嘅觀賞區已經非常之多市民同埋遊客聚集喺呢度啦。咁可見啦，其實哆啦 A 夢同埋佢嘅朋友們咧，整體嘅熱度咧係非常之高㗎。咁今日喺現場我留意到啦，提前有了解到啦，今日嘅呢一個無人機表演啦，將會由1000架無人機嚟組成啦。咁上次咧喺5月左右啦，佢嚟到香港呢一度咧係進行咗首演，咁當時咧係非常之受到歡迎啊！咁好多哆啦 A 夢迷咧都係專程過嚟香港嚟到睇呢一個匯演，咁同埋咧喺唔同嘅社交平台上面咧都非常之有熱度嘅。咁所以咧亦建基於原來有咁多人係中意呢一個無人機匯演，所以咧又決定喺7月份咧加開多一場嚟做一個加強版嘅無人機匯演啦。咁今次嘅無人機匯演咧同上次嚟講咧內容就會更加豐富啦。咁現在咧可以通過聲音咧可以聽到哆啦 A 夢同埋佢嘅朋友們咧即將就要嚟到尖東海域上方同大家嚟見面啦。咁同上次有咩唔同呢？就係整體嘅時間呢，其實同上次係相若嘅。咁但係呢個內容呢，就會比上次豐富好多咯喎。咁我相信呢，有睇過上次嘅匯演嘅朋友們啦、市民啦，咁可能記得上次呢個圖案就相對嚟講比較精簡啲啦。咁可能會有竹蜻蜓啦，有任意門啦，有哆啦 A 夢同埋其他嘅一個主角佢哋各自嘅一個形象啦。但係相信呢，今次會更加嘅豐富。聽講啊，仲會有例如哆啦 A 夢坐住一個時光機啦，又或者會有佢唔同類型嘅法寶。咁第一陣會呈現出點樣嘅畫面呢？咁我哋都喺現場非常之期待啦。咁雖然呢天空中有微微地嘅小雨，咁但係呢無人機係如約咁樣都係嚟到咗維港嘅上空啊！咁頭先其實哆啦 A 夢啦同埋佢嘅朋友們已經透過 BGM 同大家打過招呼啦。咁即將咧就要同大家見面啦。咁喺現場咧我都聽到非常之熱鬧啊！有好多市民同埋朋友咧，佢哋頭先都係擔緊遮啦。咁相信在都有唔少人已經收咗遮，舉起個相機咧就諗住睇下第一陣大雄啦、靜香啦、胖虎啦同埋哆啦 A 夢啦，咁佢哋第一陣又會有點樣精彩嘅表現啦。咁雖然呢，其實今日嘅天氣直至到現在呢，咁有時候除咗微風同埋細雨之外呢，都有些少悶焗啦。咁所以見到呢，現場大家市民都帶咗好多清涼嘅利器，有人帶咗扇啦，咁有人帶咗一啲風扇仔啦，有人帶咗好多唔同嘅清涼嘅利器啊。咁但係見到佢哋呢，成個人都係帶住個笑容，同埋同自己好多嘅親朋好友嚟到現場。咁好啦，咁現在呢，通過個畫面啦，我哋見到1000架無人機係已經起飛喺尖東海域嘅上方啦。咁佢哋其實已經逐漸咁樣組成緊第一陣要呈嘅畫面。18、7，現在倒數緊啊！我哋見到呢，有啲哆啦 A 夢嘅元素已經出現咗啦。現場嘅市民呢，一齊跟住倒數啊，同埋呢傳出咗陣陣嘅歡呼聲，而且成個 BGM 成個背景音呢係非常之令人期待同埋充滿熱鬧嘅。我哋見到佢哋無人機倒數完之後呢，開始要擺出唔同嘅圖案啦。咁大家我哋現在嚟估下啦喎。咁接下嚟呢，第一個圖案呢會係先出現邊一個角色，又或者係邊個經典嘅場景啦。咁我相信現場嘅市民啦、遊客啦，又或者我哋電視機前嘅觀眾，哇！我哋見到啦，哆啦 A 夢呢原來坐住時光機通
冇錯。咁哆啦 A 夢嘅鈴鐺咧，喺我哋嘅成個角色當中咧，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組成部分啦，非常之可愛。今次出現嘅呢兩個圖案咧，都係上次咧我哋係冇見過嘅圖案，所以今日咧係有非常之多豐富嘅內容會出現啦。咁除咗頭先咧，我哋見到一啲係好經典嘅場景同埋畫面之外啦，我都了解到其實今日喺維港嘅一個尖東海域呢度咧，係有非常之多嘅郵輪喺附近有行緊啦。因為咧現在多咗更多嘅海內外嘅遊客嚟到本港啦，嚟旅遊嚟感受下呢度嘅風土人文。咁所以咧難得有咁樣嘅經典嘅動漫動畫角色嘅無人機匯演，其實係吸引咗非常之多人嚟睇。有一部分嘅市民遊客啦，可能係聚集喺維港嘅海域，咁但係咧喺海中嘅郵輪上都有非常之多人係專程買咗郵輪位，買咗飛喺船上邊咧就可以邊飲嘢邊食嘢，吹下風，同埋可以睇到成個畫面啊！今次出現嘅4個人物嘅角色咧，都係上次出現過嘅，但係佢哋今次咧仍然係以唔同嘅顏色再次呈現喺我哋嘅面前，而且咧可以睇到有人咧喺現場嘅報導話啦，見到咧表演咧相當精彩㗎。